1分鐘運動介紹。事不宜遲，我哋快啲開始啦！運動3，靠牆掌上壓40秒。面向長企，雙手打開至膊頭闊度，向前舉起放喺胸口高度，手掌貼牆，手指向上。彎曲手踭，將胸口靠近牆，身體維持一條直線嘅狀態，推返去起始位置。做嘅時候記住收緊胸肌、手臂同核心肌肉。咁就完成啦！我哋一齊努力，強身健體，為手術作好準備。